所以以上呢是给予了共加行的这样的一个口传。四共加行还有四不共加行，就是传统的这个加行的仪轨呢，刚刚给予了这个口传了。那么在今天下午呢，要给予的是行菩提心的这样的戒，那么也就是透过发起行菩提心，然后来领受这个行菩提心的戒法。接着这里提到说，行菩提心，它先要具备的所依是什么呢？就是它要的基础跟所依，这是必须要具备别解脱戒哦。所以就好像说噶当派有说，如果没有这种不伤害别人的这种别解脱戒的基础，你也无法具备利益他人的这样的菩萨戒。所以呢，在这里都是说先要具备七别解脱戒的。当然这里是在讲这个若常具于七别解脱律仪，乃有菩萨律，善根于非有等等这几个偈文。所以当然对于具备怎么样的基础跟所依的戒法有不同的说法，但总之呢，就像噶当派所说的，如果先不具备这样的七别解脱戒，就是一种不伤害他人的这样的戒的话，你没有这样的基础的话，你也无法具备一种利益他人，就好像这种菩萨戒的。那么在这个之前呢，也需要具备皈依戒。那么就好像昨天有提到皈依法之后呢，就不伤害众生，所以也是这里同样的意思哦，是要具备皈依这样不害众生的基础。接着这里说，当以菩萨地戒品所说轨，从具德上师受持比律仪。这里有提到说，这样一个菩萨戒的学处也好，或者说大乘的这样的学处也好，你看到在不同的显乘的经典当中呢，可能这部分之后再讲。之后呢，这里有提到说，从具德上师受持比律仪哦，所以这里说要依靠的是一个具德相的老师。那这里具德上师是指什么呢？是指善巧律仪轨，自然助律仪，堪传律具碑，当知是良师哦。所以第一个，他是对于这个菩萨的律仪的仪轨，他非常的善巧哦。他不仅是对于这个仪轨的文字很善巧，
它是指这个文字它所包含的意义，也就是这样一个菩萨的律仪是这一位上师他心中要具备着的。接着呢，还有呢，堪传律具悲，他也是要具备悲心的，也就是他要具备一个善心的这样的一位老师。接着，若努力寻求不得如是师，当宣说其于受律仪规则。所以这里你看到有两种传统，就是依师或不依师。那看到最基础的那个别解脱戒呢，它都是要依靠一位老师，也就是需要依靠这叫做结魔师，或者说戒律师，或者在一些比丘僧众之前而领受别解脱戒的。但是呢，到了大乘戒的时候，这里提到能够依止一位上师当然最好，如果不行的话呢，这里也提到可以依靠这些律仪呢来领受，自己来领受这个菩萨律仪的。接着说如习妙吉祥为虚空王时所发菩提心等等。就好像说在妙祥庄严佛土经，那这部经也是在大宝积经当中有的，所以这个善习妙吉祥呢为虚空王时这里的虚空王指的可以是一个人，有的时候是指一个虚空，也可以说是一个地名。总之呢，当他曾经是虚空的名称为虚空的一个王的时候，他在一位上师面前，然后他在那个面前呢，他自己念诵这个仪轨而领受了菩萨戒所以这里是说他并没有依靠一位上师，他是自己念诵而领受，所以有这样的传统的。接着一直念到说损害心愤心牵连与嫉妒，从今至正道，此等终不起。当修行犯行，当断罪执欲，爱乐戒律仪，当随诸佛学，不乐为自己，速得大菩提。为以有情因住到最后句，当严禁无量不思议佛的受持与名号及诸十方，借我之身于一切使清净。意业亦清净，不作不善业，自身与心清净因，为助行心体律仪，由善学习三界学，于三界学己敬重，如是勤精进。然后一直念到大菩提资粮，这一部分呢，就是行菩提心的律仪这里面包括了有依上师或者不依上师而得的菩提心律仪，行菩提心律仪的部分了。那么我们要如何领受这个行菩提心呢？看到在不同的经典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方式，比如说一些善巧方便经，还有菩萨地，这是一些经典的名称，还有虚空藏经，这些当中所提到的有这个菩萨戒的一些的戒法。那么在西藏来说呢，是认为说这是无着菩萨传承的，那么汉地来说是文殊菩萨所传承的。总之呢，是按照了菩萨地当中所主要谈到的一些菩萨戒的戒法。你看有不同的戒条，有不同，虽然说在不同的经典当中有不同的戒法，但是呢没有
就是说不同的戒法其实都互相有容摄、互相有包含的。有些上师说，除此之外，每个戒条并不会相违背，都是相容摄的。但是因为弟子根器的一些不同，或者行者根器的不同，对于上根器的那些弟子来说，就是最殊胜的那些弟子来说，有18个多罪；对中等弟子来说有4个，那么对于下等根器至少有1个。那么在汉地的戒法传统来说呢，是有，就是有一位鸠摩罗智，他所翻译的在他所翻译的一部经典当中呢，有提到有10个菩萨的戒条，还有呢菩萨地这部经典来讲，在汉地也有很多的译本、翻译本，还有在家众也可以特别领受的在家众的菩萨戒，也就是一个在家的这个菩萨的戒。这在汉文当中有特别提到这样的一种传统。这里有提到是有主要的根本堕罪，就是主要的戒条有6个。所以看到在不同的经典或者说论点当中都有各自的菩萨戒的戒条，有不同的这些说法。然而在汉传佛教当中，弘传的最广的这样一个菩萨戒的戒条呢，这里是梵网经，是特别的弘传。之后呢，因为有瑜伽行派的，这是唯识的这样的菩萨戒法，在西藏来说呢，有中观跟唯识不同的传承的，比如说萨迦派的大师，或者说还有其他传承当中的许多上师们、祖师们，他们有的呢是传承至唯识宗，有的呢是说是中观宗等等，在噶当派里面也有这样不同的分法。总的来说，在汉传佛教当中，按照瑜伽行派、唯识的瑜伽行派这样的一种菩萨戒，他们是或者还有一个是从菩萨地当中所谈到的戒条呢，两者谈到的戒法是一样的。在汉传佛教有一种说法，也就是说一个初学者来讲，从菩萨地戒律品当中所谈到的这些是应该要先学习的，接着慢慢的才会深入到这个梵网经当中的一些菩萨的戒条。所以这是在汉传佛教有说的一种菩萨戒的一种学习次第，这是不错的。那么就像我之前提到说，有唯识宗或者说中观宗的，这在藏传是会这样分，有这2种传统的菩萨戒，同时也可以分的说上根器不同弟子的菩萨戒哦。不过总的来说呢，我们要看自己的情况能力哦，来领受。当然我们都先要学习，最主要是因为这个菩萨戒呢，它其实所以在学习之前，首先必须多学习它，了解它，然后呢再看自己的情况来领受，看是不是要持守它。所以它是比较怎么说，没有那么严谨，没有那么严的。
所以慢慢是一种练习，训练你的心，然后慢慢让你的心有开展慈悲心增长的这样的方法的。所以一般最普遍流传的说法就是菩萨戒有18种堕罪，就是说有18个菩萨戒。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方便经，或者是在菩萨地，或者是虚空经当中，就是将这一切经中所说的戒法结合而成，有这是归纳而成有18个堕罪。所以如果能够知道这18个堕罪，这也不错。所以对于想要领受这个菩萨戒的行者来说，希望各位能够将来好好去读诵这样的18种堕罪，或者说菩萨戒的18个戒条。简单的来说，就是比如说为了得到恭敬而自赞毁他，那么这个是第一个菩萨的堕罪哦，自赞毁他。第二个是因为吝啬而不肯给予他人佛法或者是财宝，就是而不肯布施，这是第二个。再来第三个，一直记仇，甚至不肯原谅别人，接受别人的忏悔，这是第三个。第三个是舍弃大乘。再来一个呢，是这个叫做受用三宝的财物。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抢夺这些供养了三宝的这些财物。再来一个呢是舍弃正法，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叫谤法。再来一个是对于这些出家众，我们对他们做伤害，或者去鞭打这种出家众等等。再来一个是造作五无间罪。再来一个是升起邪见。最主要的就是毁谤。再来一个呢是毁坏或者是侵扰这些侵占这些田宅啊，或者是房舍陈设。还有一个呢是对于不是听闻空性的这些法器的弟子呢，为他们说空性法，这是不行的。再来一个是对于一个在寻求这个菩提果位的一个人，你告诉他说你不需要去这么做，而让他放弃追求这样一个菩提，这样一个佛的果位，让他退失了信心跟道心，这也是破坏了，这也是一个菩萨戒。再来一个呢是让一个譬如说让别人舍弃别解脱戒。譬如说你跟一个二乘的行者说你这个别解脱戒不会带领你证悟佛果的，这样是不行的。再来一个是轻视二乘。再来一个是欺骗别人说自己证悟了空性，妄说自己得了空性，证悟了空性。再来一个呢又是提到说侵占或者说受用这些僧众的东西。在这里譬如说
比如说，如果将供养实修的人的这些财物，将它用在于这些文思的佛学院当中的话，这也是有罪过的。再来一个是对于或者说取笑啊，或者是欺凌这些出家众。再来一个是舍弃菩提心，这个也就是之前所讲的呢，叫做舍弃众生的意思是一样。总之有以上这18个，这是18个最主要的堕罪。所以针对于这18个戒要如何去持守，如何去谨慎不违犯，那么希望各位以后有机会应该多去读诵，多去了解而修持哦。我在这里也没有办法讲得太细了。那么在之后，接着是要给予这个行菩提心的戒法，其实就跟早上所说的一样，我们可以就仅仅是一个发愿哦，就是说这种发愿呢也是很好的，然而仅仅是发愿有的时候也不够的。看到无量的这些佛菩萨们为了众生都在发愿，但是呢，这样的光仅仅是愿，它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必须要有的是什么呢？是要将我们所发的这样一个难得殊胜的一种愿望，或者说一种希望，要让它能够实现。如何让它实现呢？你必须真正去以行动，实际的行动作为而让它实现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行菩提心的意思。就好像是一句话说，入菩萨行论里面的一句偈文，愿菩提心呢，经典中提到，它就好像是你想要到某个地方，你发愿你想要到某个地方，但是这只是愿菩提心。那么行菩提心指的是你真正踏上了这个旅程，朝那个方向行走哦，这就是行菩提心。平时呢，我也都会跟大家说，我们发愿都是希望众生得到快乐跟快乐的因，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仅是发愿，很多时候我们不自主的有时候我们却没有办法做到，却没有那么去做。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以真正的行动，譬如说六度的这种行持等等，去帮助别人。举一个例子，就好像我们现在说大家都提到要做环保，或许呢从这个角度来说，过去呢其实创古仁波切曾经在第一届的这个环保的会议上呢，仁波切也提到说，其实呢环境保护呢，它就是一种具备善巧的，是属于6度10度当中的方便度的波罗蜜，方便波罗蜜。所以你看到这个环境保护，它可以说也是一种善巧方便的一种菩萨的行持。举个例子，又像是我们在放生的时候，再多也就是几百、几千、几万个，然而如果你能够好好的保护爱护这个环境，那就好像在西藏来说，在西藏来讲，或者在座很多是来自喜马拉雅地区的人民，如果你们都能够爱护环境，守护这些山林的话，保护整个山林环境的干净，那么让这一切河川的源头，就是这一些雪山，能够让它清净，守护它的话呢，看像是恒河雅鲁藏布江等等，其实你就等于是在利益这些河流当中的所有的这些生命，这些鱼等等的生命。
甚至讲得更广一点，这所有河川流过的地方、流经的这些流域呢，你也都是在利益他们了。当时创古仁波切是这么说的。所以真的实际的行动呢是很重要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愿说，愿一切众生具备乐及乐因哦。这很多时候真的你要更有勇气的去说，好像但有的是这一句话已经变成好像是要放松自己，或者说一种就好像你自己很有压力的时候呢，你就说这么一句话，就好像把你的压力舒缓一下，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虽然没有办法马上100%的菩萨行，譬如说能够头目手足都做这样的布施哦，可能做不到。当然其实对于初学者来说，你也不准这么做，就不能可以布施自己的头啊目啊等等。甚至呢经典中也说，如果你要布施你的手足哦，就是四肢，其实呢也都是要具备了圆满很多部分的，譬如说你的发心要圆满，时间跟地点等等情况都要圆满的，都要有具备特殊条件，不是马上要给就给的。尤其我们看到过去释迦牟尼佛的过去的传记的时候，他布施了他的眼睛，但是他一说一句真实语呢，眼睛又生了一个新的眼睛出来，你得必须有这样的能力才可以做布施了。要不然我们别人一要眼睛你就给了，结果给了之后你又后悔的话嘞，那这可是违背了菩提心戒了。首先因为给了眼睛，那自己又没有眼睛了，结果你也没有办法继续修持，还后悔的话，那这个善也浪费了。那还不如说你就健健康康的用着你健康的眼睛去做一些好的事情，善行。所以呢，所谓的这种菩萨行，可能你并不是做到多了不起多大的这种菩萨行，但是你却能够从最微小的简单的这些菩萨行开始，那这会比较有希望，也就是比较能做到的。也希望大家这样去思维。那么之前其实也提到过的，在这里可能还要再次的提醒一次，就是我们这一次呢是在释迦牟尼佛成道的地方。其实过去释迦牟尼佛他也有留下他的曾经说过，说如果没有办法亲眼见到我，但是如果你能够后世的弟子能够到我这些过去弘法的成道的地方，或者有我的设立的地方朝拜有我的设立的佛塔的话，那么这就跟见到我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其实真的我们大家都一同见到了佛陀了，就如同佛陀说的。所以其实只要我们具备信心，这样来思维，就跟亲见到佛陀是一样的。相反的来说，如果这种虔诚心不具备的话，那么就算具备顶髻又有脚上有法轮的人跑到你的面前，你搞不好还不理他嘞。宗喀巴大师呢，他的有位叫坚阿瓦的大师，应该是坚阿瓦大师所讲，因为自己的业力就说这位大师说，因为我自己的业力太重了，还好我能把上师看成是个人，我没把这个上师看成是猪跟狗，我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我们能够真的是蛮幸运的咯。所以这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
把握时间，好好的修持，过着快乐的日子哦。很多人其实你生命很苦，要快乐还不容易，但现在呢，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快乐的、欢喜的这样的情况当中，真的你就放松你自己，然后就安住在这样一个快乐当中，而且你知道这不是暂时的快乐而已哦，你知道现在的这种快乐，它会是带给你将来就近的喜乐的这样的一种的因，能够成就未来很多事业的事情的这样一个情况哦。现在，所以接着呢，在座的你们如果想要领受这样一个行菩提心的话，那么请大家身体呢可以象征恭敬的，比如说要跪着合掌，还有语言上呢也跟着来念诵，还有心上的恭敬呢，所以刚刚是身跟语的恭敬哦。同样在这里心的恭敬来说，是指你可以观想或者是思维具备善巧方便这样的佛陀，感受他思念他的这种恩德。你可以看到过去佛陀也好，或者这些上师们祖师们为了我们领受了行持大的菩提心，所以呢思维他们的恩德，然后来跟着念。如果没有办法跪的没有关系，不一定要跪哦，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恭敬心，这是最重要的。跪的方式有很多，在中文里面有很多，还有长跪啊、短跪啊，那我再多加一些的话，那可有8、9种，很多的。总之请跟着念。现在是要领受行菩提心戒。就像我们你看平常在做工作的时候，其实平常你看我们也都跟别人一起嘛，就好像别人是搭着车，我也搭着车，别人走路我有时候也会走路，你都会好像尽量的跟着他们一样。是同样你看佛菩萨们过去其实也跟我们一样是在一个凡夫，但是呢他们的不同处在于什么呢？他们在于大的这种勇气。所以其实我们如果也能够升起一个勇气，努力去做的话呢，那可以跟佛菩萨一样的。跟着念，这个可能一下念太长了。但是念太短了，我又背不下来。上师、佛陀、一切的菩萨们，请你们见知我，就如同过去的如来善士，他们发起菩提心一样，同时行持这个菩萨行。同样的，为了利一切的众生，我在这里也发起菩提心。同样，我也要如同过去的佛菩萨一样，次第的来行持菩萨的学处。这刚刚念了第1遍，念第2遍的时候呢，当然也不能跪太久，所以不讲太多哦。总之以前我在西藏的时候，我虽然也并不是一个总是会生气的人，但也不是一个完全不生气的人，因为我还是个人嘛，不是吗？当然如果我是个完全不生气的，那可是个怪人了。所以呢，以前我在西藏的时候，当然有的时候会生气的，
而在印度的时候呢，来到印度之后，总之各种的情况也更多了，甚至很容易就会变得很容易生气，有一阵子会变这样，就一点点不如意了就会生气。有时候呢，当时我就想，这真是不好，因为每一次一生完气呢，我就会很后悔，所以但是呢，虽然这么想，但之后又碰到一些不欢喜的事了，又会生气。慢慢最后呢，有一段时间，我就开始专注于不动佛的这个法门的学习啊、研读，同时呢，也对于不动佛他在不动佛经当中的他过去的一些历史啊、故事，他呢过去原来是一个叫大木的比丘。那这位比丘呢，他有一个人，他就问佛陀说，就有人问佛陀说呢，什么法是升起菩提心最重要的方法？那么他就告诉他说佛陀就说是不动佛的仪轨，不动佛的法门。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无嗔的法门，所以他当时也就发了这样一个愿说，我在未成佛前我都不生气，就是不生起嗔恨。所以之后呢，在旁边的这些比丘众也就称他叫不动佛，不动佛就是不动不动，就是无嗔无嗔。所以之后呢，当时佛陀也授记这个大木比丘说，未来你会成就这个不动佛。所以你看，他不是几天几月甚至一生呢，他发的愿是说未成佛前都不生气呢。哇，他这样的愿都可以发。那当然我们来讲，当然未来我不晓得投生会到哪去但至少今生我都要发愿说不生气。看看大木比丘，他是发愿未成佛前都不生气不嗔恨。那我们这么短暂的一生当中，我们更应该好好的想一想，所以呢也应该发愿。所以当时我就发愿说，在未死之前我都不要太生气。所以当时我就这样发了愿，发了这样2-3年之后呢，似乎也真的就没直接生气。所以未来如果真的生气，那就惨了。我们有时候我常想，我们常常发愿发太多了，发誓发太多，最后你都忘了发过什么誓所以呢，当时我就想了一个方法，就说什么要找一个录音机，就是把你的愿嘞，把它录下来，存证。你看吧，如果有这样一种自动的这种录音机的话，所以只要你快要犯错生气的时候，这个录音机自动就会播放你看你以前发的愿如果有这样的这种录音机真是太好了，那就是很不错。那当然没有这样的一个人会在你旁边总是念，所以每天呢我都会再次的发愿，会提醒自己。所以慢慢的呢，在这样长时间的不断的提醒自己，慢慢还真的有些用处所以总的来说，在这里我们说你看过去的佛菩萨们，他们是这样子的慢慢的熏习跟学习的。所以我们发愿的时候，曾经有一位呢路敦喇嘛，一位喇嘛，他也发愿说，我今天就要成佛。你知道这种大的勇气。总之呢，我们现在也要有这种大的勇气所以就像说过去、现在或者未来的佛菩萨所没有调伏的这些众生，我也要度脱他。甚至呢，就也不说太远，就像自己周围的父母亲、亲人，现在或者跟你有关联性这些朋友，我现在就发了一个愿，我就要成为真正能够救度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舵手、一个带领的人一样，能够带领他们出离轮回，梳理这样的一个痛苦的大海。那么
希望大家发起这样的愿，来跟着念：上师、佛、菩萨们，请你们见知我，请你们知道我。就像是过去的如来善士们，他们发起了菩提心，并且行持菩萨行。同样的，我自己为了利益一切的众生，因此我发起菩提心，并且我也要次第的来行持菩萨的学处。这是念完了第2遍，接着是要念第3遍了。当一念完第3遍的时候，心中你们要想，真的得到了这个菩萨戒了。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虽然不喜欢烦恼，其实也都不喜欢生气，不喜欢嫉妒，但是呢，这些但是虽然不喜欢，但是仅仅嘴上说不喜欢，它也没用啊。但是你得必须先怎么说，是要充实你自己，抬高自己的身份，自己要有一些力量才行啊，要不然你连烦恼你是无法降服它的，你连一点点这个内涵都没有的话，你也无法降服这些烦恼的。所以你看，真正利益一切众生的这样的一个这么有力量的利益众生的一个菩提心在我心上，哇，那这代表说你有一些内涵，你有东西了。当你有了这样的一种大的菩提心的珍宝了，它可以说就是你一种最大的一种救护，甚至最欢喜的呢，也是这个大菩提心，最能够利他帮助别人的呢，也是这样的一个菩提心。你要想说啊，我已经具备了，我现在就具备了，心中你要这样想，我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菩提心。念完第3遍之后，上师、佛、菩萨，请见知我，就像是过去的如来善士发起菩提心，并且行持这些菩萨的学处一样。同样，我在今天为了利益一切的众生，我也发起菩提心，并且次第的行持菩萨的学处。大家请坐。所以升起了行菩提心之后呢，接着呢是要欢喜，升起欢喜，就是自己就像刚刚说的，我得到这么大一个珍宝，要感到很欢喜。同时呢，这个菩提心要想说其他的众生呢也是非常的欢喜。所以接着呢我会念这个欢喜文。那么在领受了这样的行菩提心之后，就像之前说的，接着应该要学习这个菩萨的戒哦。但是呢，就像刚刚有说，从菩萨地这个经典，或者说方便经，
或者说虚空藏经当中融合起来的，就是刚刚都说的18种堕罪哦。当然你会接着看到在许多经典当中对于的菩萨戒有不同的说法，所以这里是大家要看到自己的情况去实守，但并不是说你就不需要学习，你还是什么意思呢？按照自己的能力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比如说你知道说4种根本堕罪，然后就像之前提到的，在汉传来讲，一开始呢学习菩萨戒的时候有很多这些菩萨戒的经典的，大概有5种5、6种，所以各自可以看自己的情况去多去读诵它，然后去看要持守哪一些戒法。那么你看到菩萨戒跟别解脱戒不太一样，那别解脱戒呢最主要是为了得到这个阿罗汉的，但是呢菩萨戒是什么呢？是发的愿的时间可是你未成佛之前的，所以菩萨戒是不可以太封闭的，或者说太严，而是它是一种比较开阔的。所以就像菩萨戒当中所说，就算违反了一些其他支分的戒，但至少如果愿菩提心没有被舍弃的话，你还是可以再领受菩萨戒的，所以还是可以恢复这个戒的。但是别解脱戒就没有这样的，所以如果这样来想呢，你可以看到菩萨戒真的是大悲心的，然后是比较具备方便善巧，所以其实大家相信都是可以做到的。然后接下来呢，在后面的偈文，这里说大菩提资粮，接下来第3个是谈到禅定，或者说止的禅修，透过这些呢而能够得到能够方便利益众生、善巧利益众生的神通哦。佛智为自次资粮圆满，一切佛供取为引发神通，如鸟为生意，不能腾施功，若离神通力，不能利有情。所以这里说，如果没有神通，你没有办法方便善巧的利益众生。其实就像我之前提到的如果不具备神通的话，你除非是因为不具备神通，很多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知道。平常我们说所以因为不具备神通，所以总是必须要更加的关心，更加的怎么说谨慎的认真的真的去面对众生的问题。那当然我也并不是真正能够做到一个菩萨心，但是因为我们都没有这样的神通，那当然如果有神通，各位有神通的话，请你用神通去利益众生哦。那因为你就可以很容易的知道对方需要什么，知道别人的问题，知道别人的苦乐而帮助他。但如果没有这种神通，就必须更认真的去面对众生的问题了。那当然这里也提到说，如果具备了神通，那么你这里就要说可以腾虚空啊，到各个地方去啊。这里当然又谈到5道当中的，譬如说资粮道啊等等的。那总之一个菩萨能够有很多这种特殊的能力。然后这里接着说，具通者日夜所受诸福的诸力神通者百身不能及，若欲素质圆满大菩提资粮，要勤修神通方成非懈怠等等。所以这里有比如说依靠了9次地定的方式，或者说止的禅修的方法而升起止的禅定哦。当然在大手印当中也有提到很多能够成就神通的止的方法，在密乘当中也有许多不同的方法。
接着说，只知若失坏，即使勤修习，纵使经千劫、经千载，亦不能得定。所以故当善安住定资粮品中所说诸之分。这是阿底峡尊者的某一位上师所写的一部论，在当中这个就是定资粮品中呢所说诸之分，于随意所缘，亦安住于善，于切若成，指神通亦当成。所以总的来说，这一段是提到说止的禅修指的是什么呢？其实止呢，它就是说心要静下来。现在一般人会说禅修要让心静下来好像很困难，但其实它其实心真的是因为太难而不知道如何禅修呢，还是因为太简单而不知如何禅修呢？一位弟子曾经这样问过一位禅师这位禅师就说这是因为太简单了，所以你不知道如何禅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本质是什么呢？都是应该是一种极静的、止极的，是自然的，是平静的。但是呢，因为我们总是散乱在这种造作的不自然的各种的烦恼跟妄念当中，我们太习惯于那样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再回到你比较原本的极致的这种自信。所以这时候如果别人告诉你说你要静下来你要止静下来你一听到你反而会觉得说好奇怪，甚至会觉得做不到。所以过去的禅师大师们这样子告诉我们。以前我也说过，我对一些外国弟子有提到过，就像我说我不会笑，平常呢我不太笑，但是呢有一些团体来见我的时候嘛，都不是要照相吗？都会说 cheese 对不对？说 Swiss 还是 cheese 有没有？你要说 cheese 有没有？因为英文不是 cheese 呢，那个牙齿不都露出来像笑一样吗？所以大家都会说这样好像都说 cheese 好像说在笑一样。所以当时但平时因为不太笑嘛，所以一照相说要 cheese 的时候呢，反而不太会笑，有点僵硬，笑起来也笑得很难看，反而更难看了。其实呢，笑容微笑它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吗？但对我来说又是一件好难的事所以其实你看禅修它本来就是一件简单的事的，因为那就是你本来就有的事嘛，本有的本能嘛，你就是放轻松，就是自然平静。的确你不再有太强烈的那种向外的散乱，然后呢心是平静的，就好像你说你把一颗球太用力的往水下面按呢，它不是反而反弹的更高吗？那你还不如把那个球呢就让它静静的放在那儿。所以我们的念头就像是那颗球，你不要太用力去压抑它，当然你也不要什么都不管它，就是说你完全没有觉知，你昏沉了，这样也不行。所以你是带着觉知你的念头，放轻松的，这样子呢就是止的禅修。再来第4个呢是智慧的这种观，就是止观的观所以说离慧度于且不能尽诸障，为无余断除烦恼所致让故应具方便修慧度于且般若离方便，方便离般若，据说为系缚故而不应离，和会合方便会除诸于故。当明诸方便与般若差别，然后除般若度外，施波罗蜜等一切善资粮佛说为方便，若修方便类自善修般若。彼数正菩提非但修无我，遍达蕴处界，皆悉无有生，了知自性空，说明为般若。有则生非理，无亦如花空，去则犯具过，故具亦不生。诸法不自生，亦非他其共，亦非无因生，故无体自性。又一切诸法用一义观察，自性不可得，定知无自性。七十空性理基本中论等，亦成立诸法自性之空性。
有恐闻太繁，故此不广说。仅就以城中为修故而说。故无于诸法自性不可得，所有修无我即是修般若，以会观诸法都不见自性，亦了彼会性，无分别修彼。三有分别生，分别为体性，故断诸分别，是最胜涅槃。如世尊说云：分别大无明，能堕生死海，住无分别定，无分别如空，入无分别陀罗尼亦云：佛子于此法，若是无分别，越分别显祖见得无分别。由圣教正理定解一切法无生无自性，当修无分别。如是修真性，见得暖等矣，当得极喜等，非佛菩提，非遥。所以这一整段都是在提到止观的观，观因为就有关于到空性的这些义理了。那么讲到了空性呢，其实我也没有办法讲太多。过去的这些智者，比如说这些中观的呀、唯识的这些大师们，他们互相之间呢也都有好多的这些各种的辩论，所以呢，我在这里如果再多说也是没什么用处的。但是呢，还是要说一点点。所以在这里有一部总是有一部经，恰切叫做《皎波恰切里多》，是，所以要翻译就说，就好像说要翻译就是国王恰切这样一部经哦。所以这佛陀在当时就说呢，任何一切内外的相，你就是说你不可能说舍弃外相去找到实相的，就是你不可能断除实相而断除这些外相而找到实相的，而是说任何你接触到的外相，它本身你就可以证悟到它的实相。譬如说一个瓶子，你并不就是满足于它称为瓶子的这样的一个名称，而你不断去思维分析这个瓶子的话，你会看到并没有一个实有的东西叫做瓶子哦。所以对于任何一个物品，它并不是因为你去分析而把它变成空掉的，而是事实上它是本来就是空性的，并不会因为你的去分析观察而将它变空。如果是那样反而很奇怪了。因此我们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譬如说如果我们在一个电影当中，譬如说显现出自己的一个像，当你看到你会觉得好像是你真正你自己的像显现在这样一个譬如说荧幕当中。但是如果问说你是不是真的在荧幕里面呢？并不是的。但是你的像却清晰的显现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由各种的因缘合而成，所以就会看到这样的显象。正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比喻，显象，你看到任何的现象或者各种的显象，这是因为我们太长久的熏习，有一种习气，你总是不断的你告诉自己说那是真实的，是真实的，所以你会觉得它是真实的，你会觉得好像它是真的有那么一个外相存在
但其实本质并不是这样的，很多东西并不是我们真正看到那个样的，但是并不代表说它就不会显现了，它还是有显现的，会有那样的像。因为什么呢？因为有因缘和合的时候，就像经典当中说，任何一个法它都是因缘法，因为因缘和合，它有因有缘，所以它还是会有显现的，会有这种的各种的现象。虽然是有清晰的有显象，看得见，能够感受到，但是它的本质却是空性的。所以这样的一种空性的道理呢，你看平时呢我们会做很多这种逻辑上的思维或者分析，譬如说我们针对一个瓶子好了，你不断的去分析它，你会看到说并没有一个实存的东西在那里，你会感觉到空性好像是一个什么都没有了，空空一片，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如果说它什么都没有，这不就变得跟兔子上的脚一样，什么都没有，那就没什么意义了，它也不会有任何深意在里面。所以所谓的空性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它是有深刻的含义。所以这里的重点在于这一些我们面对的一切的现象，重点在于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它会显现，它显现的原因跟方式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这只是就以为说它就是真实的嘛，它反正就在那儿嘛。因为我们的妄念太习惯，太自然的就习惯以为说外在是实有的，所以当然你带着这样的一种情况去找的话，你会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哦。所以观修空性不是这样，其实你是认知到为什么你完全的了解它为什么会实有，它为什么会存在，这是因为它的本质是空性，也因为它是空性，所以它能够展现出各种的相。所以说这里的空性跟显象跟空性它是双运的，所以这里所谓的双运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就了解，但重点你要知道说这种双运，这才是真正对空性的一种理解。所以空性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这也不是太稀奇的一件事情。那么一切都实有存在，就好像我们平常我们看到的好像实有存在的这样，这也并不是正确的。尤其一些人太执着的人，他就会觉得一切都是真实的，是不能够舍弃的，都好像真实的一样哦。但这也是不对的。所以总之你看到中观宗在做什么，它都是在破除我们的执着，破除这种实有的执着。同样再到譬如说大圆满或者我们实修传承的一些口诀，又是不是从破除，而是从成立的方式来修持哦。所以你会看到刚开始有些就会说，对初学者来说是要先从否定的方式，破除执着的方式，也叫做观察修的方式。就好像在密勒日巴的传记当中也提到禅修当中的观察修，就是这种分析破斥的方式的观察修的禅修是很重要的。所以总的来说，我们提到空性空性，我们有时候讲太多的这种学说理论，好像学太多学问，你会觉得跟你的生活没什么关系，并不是这样的。真正的空性的修持呢，你必须真正将这个理论用在你的生活中，这是很重要的。就像今早所说的，先别说别的，就是说你看平时我们你都应该想想，你总是那么自我的想着自己，我们这样的思维是正确的呢，还是错误的呢？其实放大心去想，你看其实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你的呼吸也好，或者一切的食衣住行都是需要依靠别人的。当然你也可以想说我才不管别人嘞，尤其像我们说民主国家嘛，都是自由嘛，好像自己想做什么都可以自己就可以，就好像蛮自我的，蛮傲慢的。当然你要这样想，也是会这样去想的。尤其我们上讲到，但是
但是呢，这种自由它并不是一种无限度的自由哦，可能以前这里讲到一个故事，尼泊尔的那个国王有一个被杀的那个国王叫什么呢？好像叫马亨德拉那个国王，前几年不是被杀了吗？他当时他最早的那个国王，他给释放民主的时候，有一天他走在路上，看到路上呢有一个人躺在那，结果阻碍了交通，所有人呢都围绕着在那看着，就是说那个人就说啊，不是民主吗？自由吗？那这个我就在大路上睡咯，你管我那么多嘞？所以这时候突然一个人走过来打了那个躺在地上的一巴掌，那个人说你干嘛打我一巴掌？那个就说不是自由民主吗？那当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吗？你管我为什么打你呢？所以如果民主变成是这样，那可就没什么用了。所以真正的自由跟民主，它是一种有责任感的一种自由跟民主。所以你看，就像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他做的任何事情，他都是有责任的，他都是要给予人民，他必须知道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关联性，这是很重要的。要不然他什么这些人我关系都不懂，却总是很自我的这种自我意识太强，而不了解这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话呢，那他是无法好好治理国家的。所以同样在座的很多人，你们其实工作都很繁忙的，如果你们能够对于空性的修持或者是理论有些了解，那会很好。那当然你也没有办法说马上深入空性的这种见解，但是呢，希望各位还是要有一点点空性的理解。这可能是空性啊，这会对你的工作中很有帮助。因为尤其我们工作总是很繁忙，然后很有压力，在这么的大的压力当中，如果你有一点空性的这种见解的话，你会让你更放松一些，让你开阔一些的。就像在四法印当中，一切法都是空性，都是无我的。这里的法印就我们要用这个印要把它盖下来，要不然我们常常都是被那些外在的幻象被盖了这个印哦。但是我们现在要反过来，我们要把这个印盖在这些幻象上，说你们不是真实的这个印要盖上去。所以你要有这种能力，可以有这种定解哦。就当你在面对这些世间的这种幻象啊、混乱啊、各种压力啊、各种的时候，这时候你要有一种自主性，你要了解到说，这不是真实的情况，然后你马上给他脸上盖个大印，说这是空性不真实的，那这样搞不好有些帮助呢。所以总的来说，空性的见解，还有我们常常会提到一个词叫做缘起，中文里面会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就是万法虽然是空的，但是呢，因果它并不是空的。所以有时候说太多空，结果把那个因果配一声，把因果给就是说不在乎它的话，这样可是不行的。就好像蒂洛巴大师也说，曾经说过，在你没有真正证悟空性之前，那你还是必须要谨慎于因果的这样的义理的。之后在西藏呢，有一些中观师，
也提到说要好好的谨慎因果。所以同样在西藏，你看到很多祖师都会告诉我们说，要这个重视因果，要不然以前汉传佛教的禅宗里面，不是说有禅宗的故事吗？一切都是无色声香味触吗？然后这时候有一个人就打了他一巴掌，他说真的是无色声香味触吗？那个人说哦，是，就这个，就是这个。你说没无的，却有的就是这个。所以你看，你没有掉到完全的空性，你也没有掉到一切都是有的相当中。所以你看到是在显相跟空性当中的这个中道。当然这我也不太懂，但各位相信可以好好去思维它的。那么我今天不结束这个课程，明天早上因为有关给予灌顶嘛，所以呢会在有关这个论文当中谈到的密咒称的部分呢，会明天接着讲。同样明天会要给予的莲师的这样一个灌顶。那为什么要给这个灌顶呢？就是因为过去的西藏我们说当时的国王还有这个莲花生大师，还有这个净明大师，他们对我们的恩德是非常大的。那么尤其当初这个就是净明论师还有莲花生大师，其中呢莲花生大师他是特别将这种西藏的各种这些妖魔呢都降服了，而且呢因此能够让西藏的僧团能够无障碍的兴盛。所以对于这个藏族们，特别呢也对于这个所有的喜马拉雅地区的人民来说很有利益。而且喜马拉雅地区藏族来说真的都特别信仰这个莲师的。所以总之明天会给予这样的灌顶。所以本来之前有说灌顶的时候不要给予这个网络直播，因为灌顶给予网络直播也很奇怪。但是呢昨晚我又想到说没关系，还是可以网络直播吧，希望这样的内容还是对大众有些利益。所以总之明天呢还是会给予这个网络直播，如果有什么罪业我来承担吧。在这里呢我还要做一个宣布呢。这个宣布是什么呢？就是今年呢可以说是第一世法王对颂前巴诞生900年，也是祈愿法会第28届。因此呢借着第28届祈愿法会的时候，我们为了要意念过去，不只是意念过去的这些祖师们，更要意念现在还住世的这些大师们他们的恩德。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因此呢我决定在这一届祈愿法会有8天的法会当中，那么在最后一天，也就是第8天的早上，我们会念诵这个16罗汉文。那么在念诵那样一个仪轨的时候，我们会引请创古仁波切，还有天嘎仁波切，还有堪布竹清嘉措仁波切。他们3位可以说真的是他们对于我们整体冈仓的整个传承，对于我个人来说真的是他们对我有太大的恩德了。所以我要给予他们3位呢显密结合的这样一种供养。所以是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依照着这个俱舍论当中，就是当时记载说一些阿罗汉他们能够延寿等一些方式，还有在律典当中也有提到，还有在密乘方式，那就是有很多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这些的长寿仪轨哦。总之这是显密两者结合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祈求三位长老的长寿。所以首先这个程序会是先按照显宗的一种程序，所以当中也有提到说一种要住于一种禅定当中等等，有这样的一些仪式而给予这个一些长寿的仪式哦。之后呢会再给予密乘这种长寿的这样的一个仪轨。那么希望透过这样，尤其我们说三位仁波切为了佛教为了众生，真的是将他们的一生都献给了佛教跟众生。那在座我们所有的佛弟子，我们真的都应该好好意念他们的恩德，也因此更希望他们三位长老未来为了一切的众生能够更加的长寿哦。那所以配合这样的一个长寿仪轨，那么因此呢，除了因为我将他们三位的一些行仪传记，还有他们的一些著作或者是开示，然后配合他们的传记，然后当中附合很多的照片呢，做成了3本书。所以在这里要做个广告哦。所以我现在是在电视当中做广告的这样一个人。这一本红色的呢是创古仁波切，叫做《经教大海》，这是创古仁波切的一本书。我现在是在等于说是为这本书的一个开光一样。那么然后是竹清嘉措仁波切，叫做大乐舞者。然后天感仁波切是剑传宝藏。那会有这样的3本仁波切的这样的传记，还有他们开示的书。那这3本书呢，我从头到尾呢也是做了一些努力，总是其实没有做太多。那么其实最主要呢，可能不说名字了，其他还有许多人为了这本书譬如说来编辑的呀、校对的呀、印刷的呀，很多很多的朋友，你看到后面都有他们的名字，他们日夜努力，然后他们也带着意念祖师的恩德、3位上师的恩德，而带着信心而欢喜的来编辑这几本书。其实应该是在22日那一天，在供养3位仁波切，先供养3位仁波切，然后再供养其他的仁波切，然后呢再能够跟大众来做结缘哦。本来是这样想，但是当时22号的话那就太迟了，因为很多人可能都先走了，所以我在想那还不如明天就跟大家结缘好咯，就是会有义卖这样子。明天明天下午呢开始呢，所以就是明天下午就会在这个结缘法会的义卖处呢，所以为什么会要做这样一个义卖呢？这是因为希望未来能够再印更多的这样的，所以这些义卖的所得会我们也讨论，就是说会希望能够再加印这样的书籍哦。所以总的来说，但是各位要知道，我这3本书是一起给我，不能分开卖哦，因为要看到的是这3位仁波切是一起他们殊胜的功德，我不会分开的来给予大家哦，所以是希望大家记得要请的话是3本要一起请的。哎呀，糟糕，今天变成一个在好像宣传的一个人哦。
在同时呢，在过去我们也做过一些宣传，就是祈愿法会网站上也有宣传过。现在法王念的呢，就是在网站上有宣布过的，就是法王当时就是为什么要在第8天有这样一个长寿法会的那一篇文章哦。所以其实就是刚刚法王已经讲解过的，就是在这第8天，我们为了这3位仁波切的长寿呢，所以会有这样一个16罗汉的文。所以重点呢在于这里，就是说希望在那一天呢，所有世界各地的这些我们噶举中心的或者这3位仁波切的弟子们呢，我们都可以一起来祈愿，来念诵这样的16罗汉祈愿文，或者是念诵烧除道障的莲师祈愿文等等，那么来祈求3位仁波切的长寿。所以就是在第8天那一天呢，东西方所有的弟子呢，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我们可以来可以或者说为了消除我们各自的这种罪障，所以念诵这个金刚总持金刚萨埵的百字明等等。还有呢，这3位仁波切的长寿文也是4大法子有写的新的长寿文，希望大家都多念诵，网络也可以下载。所以各位如果更有时间的话，可以念诵这个16罗汉文等等，这些刚刚说要念诵的内容详情其实在网站上也都有。所以希望大家呢在那一天可以一起这样来做。那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想到说，你看过去有那么多的祖师们来到人世间，然后利益众生，那些不只是历史故事而已，而是我们看到现在这样子具德的上师的恩德，我们都应该去多忆念的。尤其如果波卡仁波切也在的话，我也应该要祈求他的长寿的，但是他已经圆寂了。所以可以说我很仓促的，因为波卡仁波切的圆寂，我赶快接下了这样一个祈愿法会的工作。在这么多年来如果有任何的这些善行，我都希望回向圆满护主波卡仁波切的心愿，并且希望他尽快的乘愿再来。我相信他现在在虚空法界正看着我们呢。有的时候你看我自己呢做了一点点善行，我都会感觉好想让这个波卡仁波切知道我，但是呢实在也没有办法了，因为他已经圆寂了。但是在这里我还是发愿，希望他尽快的能够转世再来，希望他的佛行事业也能够如虚空一般，希望大家一起这样来发愿。或许明年呢，我希望特别为了波卡仁波切，我也希望有一些特殊的仪式。总之呢，现在3位仁波切，创古仁波切、天港圣根竹清、堪布竹清仁波切可以说是我们教法的长老，所以特别我想祈求他们3位的长寿。
未来我也希望陆续的对其他的上师们也这样来祈求他们的长寿。总之，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念感恩的心，我们能够按照着上师他们的行仪，跟随他们的脚步，能够来好好的修持。同时也希望呢，就像我们发愿说，我们生生世世都能够做让上师欢喜的事情。谢谢大家。